800米開跑啊！女2 800米決賽，1線東涌天主教2線可豐3線姚明生4線可豐5線梁成德6線東涌天主教7線梁成德8線廖寶山，開咗吧！标准的就看那条线，要是过去，过去，开始了吧？开始了。第4線張福先生，第5線中張永琪，第6線 YCA Julia， 第7線可遇賴志喬，第8線梁成德陳若儀。你做4單啊？跑完就知道啦，坐下先，坐，唔好曬住坐上面。請跳遠嘅同學注意，女子跳遠嘅同學